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nnie 啊。咁我哋遠洋繁花里嘅花城組團嘅用品間已經開咗啦，係我哋20座嘅3樓，目前係開咗78平4房1廁，89平4房2廁，以及我哋106平嘅南北對流5房2廁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上去參觀下用品間，以及睇下呢個組團嘅實際使用率可以去到幾多。Let's go！咁我哋而家嚟到106.66平方嘅5房2個廁所嘅單位，我哋睇下個交付標準以及佢嘅實際使用率先。咁呢個係客廳。大露台、餐廳、細露台、廚房、走廊、客廁、客房、第2個客房、第3個客房、主人房、主人房嘅廁所。咁我哋啱先咧就度完尺啦，咁睇下我哋嘅總嘅使用面積。咁我哋係96.34平方，咁呢個係大概嚇，我都係度咗個大概嘅。咁其實佢嘅實際使用面積嘅使用率咧係呢一個。都唔錯噶啦。咁而家咧就未出價錢。咁如果大家對於我哋
花城呢個區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可以 call Annie 進行了解嘅。咁包括成個中心嘅一手房我都有做，包括繁花里二手房性價比都非常之高。如果有需求嘅話，就可以即刻 call Annie 進行了解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